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呢個 channel。如果你係一個想創業但又未讀過 MBA，或者係已經喺職場上面打滾咗好多年，覺得自己好努力，不過喺商業決策策略思維裏邊好似總係爭一步，咁呢個個人 MBA 系列就係為你而設啦。我咧會用12本關鍵嘅商業書，同你一步一步建立一個真正用得出嚟嘅商業思維。呢個唔係理論嘅堆砌，亦都唔係學術嘅炫耀，而係如果當你真係要創業、要帶團隊、要做決策嘅時候，你應該識得呢一套嘅思考方法。今日呢一集我哋會由一本好重要但係經常被誤解嘅書開始，就係一本講創業、講競爭、講點樣唔好同人鬥平嘅書。從零到一 （Zero to One）。從零到一，創業唔只係改良，而係創造。點樣創造一個獨一無二嘅價值，而唔係同人鬥平鬥流量？喺香港呢個價廉物美嘅社會裏邊，你有冇諗過點解 iPhone 唔係最平，但係佢可以賣得咁好呢？要知道背後講緊其實係創造價值，唔係單純咧同人哋鬥平。今日就同大家深入探討一下彼得提爾佢講《從零到一》呢本書，點樣用創新嘅事物思維去打呢個價格戰同埋流量戰，真正做到咧同人與眾不同。呢本書嘅作者彼得提爾係 PayPal 共同嘅創辦人，亦都係 Facebook、Tesla 同埋 SpaceX 嘅早期投資者。佢嘅經歷同觀點代表住科技圈一個好前衛嘅創業思維。提爾佢講到，創業唔係一路做多做大，而係要從冇做到有，即係從零到一嘅創新。佢講到咧，世界上有兩種嘅模式，一種咧係水平性嘅延伸，即係從一不停咧複製做到 N 咁擴大；另外一種咧就係垂直密集式嘅創造啦，就係從零到一開發新嘅事物。我哋講到，如果從水平上嘅延伸，即係由一去到 N 嘅時候，就係我哋做咗一部打字機，然後同樣地複製到做100個打字機。不過呢個價值並唔及得上咧做一部電腦嚟得重要喎。換句話講，做創業如果淨係靠跟風擴大一啲已知嘅模式，即係好似開多幾間分店或者開多幾間餐廳，其實就係從一到 N。而真正有衝勁嘅創業家，其實要嘗試咧係開發一個新嘅產品，帶嚟由0去到1嘅飛躍。點解要從0做到1？你可能會問，如果開餐廳賣得平啲，咁咪人人都嚟咯？呢種以價格取勝嘅競爭策略係咪真係賺到錢呢？彼得提爾就話，其實打價格戰係賺唔到錢㗎。喺一個完全競爭嘅市場裏邊，企業想做薄利多銷，根本賺錢係唔穩定嘅。就好似美國航空公司，佢年產其實可以高達1950億美元，但係佢利潤只有0.2%。相比之下 ，Google 嘅產值其實只有500億，但係佢嘅利潤咧可以高達21%。Google 咧雖然佢服務收費唔低，但係佢其實一個壟斷嘅地位，所以可以賺好多錢。呢個例子就要證明，要創造有價值嘅公司，就要創造價值同埋捕捉價值，唔係淨係同人咧去爭已存在嘅市場。講到創造價值，就要諗到做獨一無二。提爾佢話，每一個企業其實成功嘅話，都係啱啱做到一樣人哋做唔到嘅事情。呢個特點就係創造壟斷嘅地位。換句話講，創業嘅奧秘唔係同無數嘅商家競爭，而係尋找或者創造一個市場，令到你可以做到唯一，甚至係第一。同行太多咧，其實就會令到你賺得少噶啦。喺完全競爭嘅市場之下，其實只係有少少嘅利潤，啲人咧就會湧入嚟，所以結果只會將價格越壓越低，大家都賺唔到幾多錢。所以提爾就提醒大家要反向思考。佢講到咧，創業者應該試下問自己一個反主流嘅問題。例如，有咩嘢事大家都覺得係真嘅，但係其實事實係相反嘅呢？好嘅答案通常就係話，咦，大家都覺得相信 X 係真嘅喎，不過其實真相係啱啱相反嘅。呢條問題可以幫你揾到人哋忽略咗嘅機會。例如喺香港有好多商鋪都打價格戰，大家可能認為只要平咧就會贏啦，但係真相可能係，當你賣一樣嘢有獨特價值，其實啲客係唔介意俾多啲錢嘅。講一講一啲真實嘅例子啊。其實咧，如果你賣手機殼嘅話，喺市面上有好多咧平嘅手機殼，咁大家就會越買越平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其實都賺唔到咩利潤。不過你睇下香港有個品牌叫 Casetify， 佢嘅做法咧就唔同啦。佢唔係淨係賣緊一個平價嘅手機殼，佢係主打個人化創作體驗。
即係客人咧可以按住自己設計嘅手機殼啦，將相啦、文字做成獨一無二嘅圖案。咁於是客人買嘅唔係一個普通嘅手機殼，而係自己設計嘅藝術品，享受咧呢個創造嘅價值。咁結果佢哋寧願係比深水埗賣嘅手機殼貴幾倍啊，都有人咧會買呢個獨特性同埋有設計感嘅手機殼噶。Casetify 呢個成功嘅例子唔係單純鬥平，而係強調咧呢個價格，亦都係獨特嘅價值。另外一個例子講講，好似旅行平台 Klook 一樣，其實旅行嘅市場咧表面上有好多巨頭噶，不過呢一班本土嘅香港人，佢哋創立嘅團隊咧喺業界裏邊咧創造一個一站式嘅旅遊體驗。佢哋將租車啦、旅遊啦、景點啦，所有嘅服務一手包辦，令到旅客可以輕鬆咁搞掂咗個旅程。Klook 其實冇同普通嘅旅行社咁樣做單一嘅地區，佢係首先咧聚焦做亞洲市場，然後逐漸擴大，成功咧食咗咧呢個巨大嘅旅遊蛋糕。呢啲例子咧都係顯出創業其實係要有自己嘅秘密武器㗎，就係提供人哋做唔到嘅服務或者體驗，而唔係咧淨係搶現有市場，同人哋做一模一樣嘅嘢。再講一個咧近年香港嘅小故事啊，有一個社企嘅創辦人，佢原本咧係做橫額生意噶，即係話做 banner， 其實見到每一條 banner 都只係用1至2個禮拜嘅壽命，跟住就會變廢物。於是佢就諗咗一個概念啦，將舊嘅 banner 咧重新再做一啲嘅 banner bag。咁於是每一個 banner bag 咧都係由唔同嘅橫額所組成，都係獨一無二噶，成為佢哋品牌最大嘅賣點。呢個 banner bag 嘅例子就係你可以咧將人哋唔要嘅嘢物資去變為咧寶物，做一啲前所未有嘅產品，而唔係同人哋搶住做一模一樣嘅平凡嘅帆布包。咁當消費者感受到咧呢個真正唔同嘅價值咧，其實佢哋都寧願俾多啲錢噶。與其競爭，不如壟斷，走出價格嘅競技場。提議仲講到咧，創業者應該瞄準咧建立新嘅壟斷優勢，而唔係一味困喺咧競爭裏邊。壟斷其實喺經濟學上面係話一間公司佔咗市場，可以咧最大化自己嘅利潤。聽落好似好霸道，但係重點係創造而唔係掠奪。創新嘅壟斷者咧係會帶嚟多出嘅利潤，再投資做研發啦、招兵買馬、長遠計劃，甚至咧係做啲員工福利啦，或者係社會責任咁樣。提議認為人類嘅歷史嘅進步咧，往往就係新嘅壟斷咧去取代舊嘅霸業，就好似早期嘅 Microsoft 軟件壟斷咧壓倒咗 IBM 嘅硬件帝國，又或者好似 iOS 嘅壟斷咧取代咗咧一啲電腦時代嘅 Windows 啊咁嘅壟斷式微行業。呢一啲都係從0到1嘅過程。咁喺實際嘅運作上面，提議就建議我哋由小做到大。咁即係話先取一啲細嘅市場，然後逐漸再擴張。原因係細嘅市場咧係容唔得下咧創業嘅實驗噶。比如你要發明一樣嘢比人哋好過10倍嘅話，咁就記住一定要喺細嘅市場上面去試，千祈唔好一開始就同全球嘅巨頭咧正面硬碰硬。就好似PayPal 當初其實做手機支付之前，都係專攻 Palm Pilot 嘅用戶，只係做一啲小嘅市場。當穩定賺錢之後，再慢慢擴大。喺香港其實都一樣，如果一開始就嘗試咧同大型連鎖店爭客嘅話，咁好容易咧就會玩完噶啦。但係如果先喺某條街道或者某類消費者咧做獨霸嘅話，再一步步向外發展就比較容易生存。好啦，結尾係當我哋回顧一下頭先我哋講到從0到1俾我哋嘅幾個重點啊。創業一定要做到從冇到有嘅創造，而唔係同舊嘅模式咧競爭鬥平價。第二，要敢問自己，人哋唔敢諗嘅問題係乜嘢？揾到真正被低估或者忽略嘅機會，你就揾到價值噶啦。第三，要創造獨有嘅價值，做到人哋唔敢做嘅嘢，建立壟斷嘅優勢，先征服細嘅市場，再向外擴張。千祈唔好陷入咧價格戰。喺香港呢個租金勁貴、人情冷暖嘅城市，你要贏得尊敬同客戶，往往唔係因為你係最平，而係因為你同人哋有唔同嘅創意同埋服務。今集我哋講從0到1，講創業，講壟斷，講創造價值。下一集我會同你講一個好殘酷嘅事實，不過又好真嘅事，就係當你有一個好好嘅創業點子，但係如果你唔識搞錢，其實你都唔會行得遠。下一集見啦！